再來看，基隆市昨下晡是接到通報，講有一個漢他病毒的個案。市政府表示，講這個個案，伊是一個住佇新北市林口40多歲的男性，伊是佇基隆上班。4月初7號鳥鼠甲咬到傷以後，5月初2就發病。目前這人呢已經出院啊，也若有接觸的11個人攏無症頭。市政府這方面也已經大消毒。基隆市環保人員佇咧市區4區位啊展開大規模的清消作業，因為基隆市府佇咧18下晡去用通知講有漢他病毒的個案，是一個住佇咧新北林口40多歲的男性佇咧基隆食頭路。我們會用最大的力度來進行這個清消跟滅鼠的一個相關工作。最後還是跟大家要說明一個這個病理的一個情況，就是漢他病毒就台灣所有的案例來說是不會人傳人。這個個案疑似佇咧4月初7清理環境的時陣發現鳥鼠，結果無細緻去互鳥鼠咬到傷，5月初2就出現發燒、走白等等的情形。他在當下是在協助做那個區域的清潔的時候，有看到老鼠，那他還是有想要去協助做滅鼠，所以他是在主動做滅鼠的過程中才被老鼠咬傷。新北市衛生局已經證實，患者預計佇咧19號出院，嘛已經佇咧第一時間啟動疫調，加11個接觸者列入觀察的名單，目前攏無症頭。第一個時間接到這個通報以後，我們案主的住家林口，我們已經清消完畢。目前為止，新北市一切都還在掌握當中。基隆市府特別呼籲民眾，若是發現鳥鼠，千萬唔通用手甲抓，應該通報市府執行清消甲處理。也若針對漢他病毒的病理特性，醫師就表示，因為暗做期真長，較好診斷。潛伏期最長可以到2個月，所以其實它很難診斷的。大部分都是比較輕的，都是像類似感冒，就是有發燒、肌肉痠痛。因為漢他病毒主要是吸到，也是吸到有病毒鳥鼠的尿屎。醫生就提醒，佇咧整理環境的時陣，一定要甲喙暗、手籠掛好勢。若是出現疑似病症，就要趕緊去病院，而且主動講捌和相接觸過，才會當避免病毒外傳。記者綜合報道。